呢間曼谷嘅新酒店咧，真係好值得推介俾大家，快啲收藏佢先啦。首先交通方面真係冇得頂啊，佢有機場快線直達樓下，唔使再驚塞車啦。同時樓下都係 BTS 啊，搭2個站就翻出市啊。成間酒店都好 grand 好新啊，因為佢都係開幕咗2年左右啫。今次我同班 friend 住45樓嘅套房啊，入面大到咧，我得10幾人開 P 都得啦。最正一定係呢個無敵景觀啊，可以睇晒半個曼谷。客廳隔籬仲有 pantry 同埋飯廳，歡迎小禮物係 After You 嘅曲奇啊，雪櫃飲品任飲。一共有2間雙人房啦，都係勁大。我估嘅普通嘅雙人房咧就係咁嘅樣噶啦，同樣都可以望到靚景啊。衣櫃夾萬樣齊啊，2間都有套廁，不過得1間咧有浴缸。睇完 room tour 咧就睇埋其他設施啦，健身室都有2層。22樓個 lounge 咧又係勁靚勁多嘢食，日日都去打躉。佢仲有2個無邊際泳池啊，分別喺22樓同37樓。上嚟曬太陽同望住呢個景游水真係不得了。最後我要重點推介係佢哋嘅自助早餐啊，因為真係超大超多嘢食，大到佢要俾張地圖你去揾嘢食。佢有唔同類型嘅早餐啦，有西式、中式、日式、泰式。最大嘅特色咧係佢種類嘅選擇有好多咯，美食嘅區域有成13個咁多啊。新鮮嘅麵包蛋糕都有20幾款俾你揀，連搽麵包嘅醬都有咁多啊。生果都有咁多種啊，連蛇皮果同龍珠果都有。呢度嘅早餐實在太豐富啦，搞到我每日都勁期待嚟食早餐。我絕對會為咗佢哋嘅早餐啦，下次再訂呢間酒店。仲要價錢都唔算貴啊，暑假雙人房都係1000蚊鬆啲咋。如果想睇多啲關於呢間酒店嘅詳細介紹，可以上我 YouTube。